得爸爸媽媽帶我去遊行，行到我隻腳起晒水泡。當結局未揭穿，結局仲未揭穿。我邀請大家一齊為到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邊嘅學生默哀。一個美麗的茉莉花，一個美麗的茉莉花，南方美麗滿枝桠，有香有白人人花，讓我來向你摘下，送給別人家。送給別人家，我哋希望將89民運嘅精神同埋廣場上邊所有參與者嘅心志送俾在場每一位嘅朋友。我哋踏出咗第一步，嚟到街頭上邊去提醒大家，6月4日好快嚟到，聽日就係啦。其實大家生活裏邊都可以踏出你自己嘅一步，可能係如果你曾經知道、你經歷過、你見證過呢件事嘅話，請向你嘅下一代、你身邊嘅朋友、唔知道呢件事嘅朋友，或者遺忘咗呢件事嘅朋友，去再講一次、去談論一次呢件事，讓到歷史唔好被忘記，讓到你自己嘅記憶亦都更加清楚。如果你根本從嚟唔知道6.4其實係發生緊咩事，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嘅話，我邀請大家上網去搜尋一下，好簡單，Yahoo、Google 或者 YouTube， 你只要打6.4呢兩個字，你將會揾到好多好多嘅資料，因為你生活緊嘅係喺香港，你依然擁有好多嘅自由，希望你哋會珍惜。我哋今日嚟到呢一度喺時代廣場呢一度，亦都係為咗支持一班喺度絕食嘅朋友，因為佢哋其實都係為咗6.4呢一件事去有一個紀念，要希望大家去記得翻呢一樣嘢。而之後我哋都會繼續去報呢個哀音，提醒大家6.4聽日就係啦，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呢個歷史。我哋首先第一程咧會報俾時代廣場嘅裏邊其他嘅朋友，然之後會過行人專用區嗰邊都會繼續我哋呢個報哀音嘅活動。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一齊參與，一齊唱呢幾首歌，一齊將呢一個哀悼嘅訊息去報俾周圍行緊街嘅朋友。多謝你哋。